来继续正大消息，来看为着超市这间公司进口两个问题，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徐卡心甲民进党的立委高嘉瑜来对定。徐卡心讲，伊的心情真复杂，因为高嘉瑜过去是伊的好姊妹啊，但是高嘉瑜无要领情，无要接受对方的好意，回呛讲，即摆毋是咧扭交情的时阵。高嘉瑜阁批评徐卡心讲过真侪话，拢无证实。啊，徐卡心是阁来献唱着。孤勇者这条歌予高嘉瑜，讲要用高嘉瑜上届介意的歌甲提醒，唔通来相信东意。爱你对峙过绝望，不肯哭一场。好，希望爱你孤身走暗巷，爱你不跪的模样，不像民进党跪下的模样。唱高嘉瑜的招牌歌《孤勇者》，徐嘉心为了进口两边要检验，两个人伫对呛。我所说的没有竹科检验，是在形容一个事实。现在的随机抽查、逐批检验是有问题的，那难道是要竹科检验吗？说出没有竹科检验的事实，跟要求农业部竹科检验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情。如果徐巧芯能够做到竹科检验的话，那我认为徐巧芯可以成立一个竹科鸡蛋园区，他可以当竹科工程师。高嘉瑜经体徐卡心就是进前超市的进口两被验出有问题了后销毁，因过徐卡心希望讲农业部要有更加侪过关的方式。高委员呢，过去也算是我的好姐妹了，竟然把我没有说过的话塞到我的嘴巴里面。觉得现在不是一个套交情的时候来，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蛋哦。为什么要在现在这个时间点特别的来抹黑我？很遗憾的是，他还是向这个深绿去倾斜、去低头了。徐卡心讲，最近高嘉瑜的支持度因为基进党的吴金台坚持要选到底，所以讲似乎国民党的立案受改变渐缓。徐巧芯过去有很多的言论是没有经过查证的。我记得他在选立委的时候写了一本书，叫做《相信自己》。可是呢，什么时候他今天也变成了从相信自己变成相信政府、相信党？我觉得一颗蛋，没想到就能够分辨出社会上有这么多的蠢蛋、笨蛋，还有坏蛋哦。因为巴西两个问题，两个人拢无保留，虽然讲无同款的选区，也不过高嘉瑜伫最后佫补一句话：徐巧芯是笨蛋还是坏蛋？出奇蛋，让大家出其不意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